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时阵咱新闻报道讲，有人带5星级的饭店，认为级数无甲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级，级数的级，读高一级第4条。级就是次数、顺序的意思。咱讲级数、顶级，也有品级。嘛，当讲是算物件分级的单位，像讲高级、中级，也有低级。另外，社会无共成员的群体，咱讲是阶级，也有薪水的等级。古早有人讲是级方。读册读几年啊，有无共的级别。过去就有人讲1年啊是一学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高级，代表是上顶1列1。第二个词读做超级，代表讲是超出一般的等级，就是做安怎？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超级市场有够高级，有闹卖生活用品，也有咧卖游艇。听讲卖高级产品的生意特别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级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